大家好，歡迎收睇 DeepMind Pro，我係 Ben。今日想同大家坐低理性咁樣分析一下，啱啱係4月21號正式推出嘅一個重磅更新，就係 ChatGPT Images 2.0。咁呢個更新呢，係科技界引起咗好大嘅迴響啦，就有人覺得佢係設計界嘅新工具啦，但係亦都有人覺得佢係一個轉捩點。今次呢個2.0版本呢，最核心嘅改變唔係畫質咧，而係一個連人類設計師有時都會忽略嘅基本邏輯。如果你仲以為 AI 畫圖只係玩下 prompt 撞下手風，我將會帶大家由 ChatGPT Images 2.0核心嘅思考模式出發，深入實測佢點樣解決文字渲染同連貫性，最後同 Nano Banana 二進行對比。我哋直接入正題。咁 ChatGPT Images 2.0咧，已經由單純嘅影像生成咧，跨越到視覺規劃。以往我哋用 AI 畫圖，好似請緊一個好有才華但係唔聽人講嘢嘅畫家，佢畫得好靚，但往往唔係你想要嗰樣嘢。但係 Images 2.0引入咗一個叫 Thinking Mode，即係思考模式嘅功能。呢個係咩嘢概念呢？大家可以想像下，以前嘅 AI 係接到指令就即刻落筆，而 Images 2.0係落筆之前呢，會先係後台做一次草圖規劃同自我修正。例如你要求一個好複雜嘅空間佈局啦，要 A 企喺 B 嘅左邊啦，而 C 嘅倒影要出現喺 A 嘅眼鏡上面啦。以前嘅 AI 咧，往往會整到亂晒，但係擁有思考模式嘅 Images 2.0咧，會先理解呢啲物件之間嘅空間關係啊，確保光影邏輯係合理嘅，甚至佢會主動上網咧，去揾下而家最流行嘅科技產品或者衣着係點樣呢？係確保張圖咧唔會過時啦。呢種邏輯準確度咧，先係專業創作者最需要嘅嘢。講到專業應用，就不得不提文字。以前 AI 繪圖最尷尬嘅就係啲字成日會出啲外星文啊。但係 Images 2.0身上咧，呢個問題基本上已經成為過去。無論係品牌 logo 啊、複雜嘅海報標題啊，甚至係細到好似 App 界面入邊嘅按鈕文字咧，佢都可以做到精準拼寫。最重要嘅係佢對繁體中文嘅支援已經去到一個非常成熟嘅階段。對於我哋呢啲需要製作社群媒體文宣或者係要做中文餐牌海報嘅用戶嚟講咧，呢個功能嘅提升係非常實用咧，唔再需要畫完圖再拎去 Photoshop 執字。咁另外一個令我印象好深刻嘅功能咧，就係多圖連貫性同埋一件八圖咧。咁係做設計最難嘅，唔係畫一張靚圖，而係點樣維持一套圖嘅風格同角色一致啦。Images 2.0咧，而家可以係俾你一次過生成8張連貫嘅圖，而且可以保持主角嘅樣貌啦、服裝細節咧完全一樣啦。呢種穩定性咧，對於製作分鏡表、漫畫或者一系列嘅投影片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進步。講到呢度，我知好多朋友咧會攞佢同Google 嘅 Nano Banana 2比較。其實兩者各有千秋，但係方向好唔同。Nano Banana 2嘅優勢在於速度同靈活性，係快速修圖或者風格遷移上邊依然好有靈氣。但係如果你追求嘅係一次做好嘅商業執行力，Images 2.0嘅邏輯準確度確實係展現出咗代際嘅差距。有數據顯示係處理複雜排版時，Images 2.0嘅穩定性比 Nano Banana 2高出唔少。Nano Banana 2目前更適合快節奏嘅隨手創作，而 Images 2.0就正正係衝住專業工作流而嚟。我而家真正開始測試下佢嘅實力。我係用免費版嘅 ChatGPT 嚟去測，每日應該有5張嘅 quota。如果付費版出嚟咧，效果應該會更加好，同埋次數係冇限制嘅。我仲會用同樣嘅提示詞咧，將佢同 Nano Banana 對比之下咧，提示詞我而家用緊一個網站介紹俾大家啦，就叫做 Prompt Parrot，入邊好多預設嘅提示詞，亦都可以自己去將用開嘅提示詞 post 上去，用咗之後每日慳翻好多時間去打字。大家可以睇到出到嚟個效果嘅，好老實講。如果你係一間鋪仔嘅老闆，手機求其影啲菜式相，基本上分分鐘出嚟嘅效果係好過請某啲設計公司㗎，仲要係唔使等同免費嘅。
個字體咧，肉眼都睇唔到奇怪位咧，就連啲價錢都唔係亂嚟。如果你有張餐牌嘅清單，可以試下成分俾佢跟住填啦。我哋再試一試做產品嘅海報對比一下。其實佢係有多角度嘅分鏡，都係保留翻同一個產品嘅特徵，對比翻 Nano Banana 做出嚟呢，的而且確係比下去。首先餐牌佢係變咗做手繪啊，另外啲字嘅粗幼度呢都有少少奇怪啦，肉眼睇得出嘅程度呢，產品圖亦都係單一冇咁豐富啊。其實我哋要面對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啊，如果你仲係選擇無視呢種技術嘅進步呢，你損失嘅可能唔單止係時間，而係成個行業嘅議價能力。咁以前我哋會安慰自己咧，話 AI 淨係做到單一風格，或者話 AI 唔識寫字改圖咧，都要揾翻設計師啊。但係當今日 AI 連文字佈局，甚至係2K 高清嘅細節，例如皮膚紋理同布料纖維咧，都做得咁樣好嘅時候咧，傳統工作模式嘅優勢咧，已經係變得越嚟越唔明顯。AI 嘅發展係幾何級數咁樣快，佢唔係慢慢嚟，而係會加速自己嘅進化。如果我哋唔去理解同運用呢啲工具，好快我哋就會發現咧，市場上一個識得操作 Images 2.0嘅老闆或者行政人員咧，佢一個人可以完成嘅工作量，可能已經超過咗成個小團隊。呢種效率上嘅落差，係我哋每一個行業都需要警惕。講咗咁多，我想講翻少少感性嘅嘢。睇住 AI 由幾年前畫到成嚿雲咁樣，到今日 Images 2.0展現出強大嘅邏輯同美感，我心入邊除咗讚嘆，其實都有一種莫名嘅落寞。有時我會諗，當機器可以完美理解我哋嘅意圖，甚至做得比我哋更好嘅時候，人類嗰種不完美嘅創意仲有冇價值？啊，或者正正係因為我哋會驚會去思考呢啲問題，先至係我哋同 AI 最大嘅分別。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幫到你喺呢個變幻莫測嘅世代揾到自己嘅定位。我係 Ben，如果你中意呢類深入淺出嘅科技分析，請記得訂閱 DeepMind Pro。我哋下次見。